我的体材吼，较像我妈妈。会真实有影哦。头早不是像你安那样翕咧。菜头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为什么在电视反串那么真？原来在家里都做功课。我妈妈说，哎呦，连声音都变女的啊！何以灵异？天天我是妈妈来的，跟你骗，跟你骗。回镜看见了，水贵了。蔡妈妈，我在认真你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这部主持人冯恰恰。花香当庭，万里无云天青青。大家心情一片的光明，是感谢大家准时收看咱全国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较有水准的节目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朋友彭恰恰个本人。今天大家当发觉讲咱这个教室内面啊，迄一位减两个这个学员来的。是因为这两个学员呢，因两个有淡薄无，伊讲伊无遐细牌啦吼。过去毋管偌大牌的人拢坐伫遐啦，吼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今仔恁若要看因两个，你就要细字，无拄会叫精，站，站，去互拍。哎呦，这危险，这两个你不？这里派，用手啊绑起来无？本来是绑起来，尾个绑，再扣开。嘿，所以我先来介绍吼，我听看这老师今仔讲话会错无？来，咱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感谢前辈带咱冲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龙眼以来，来宾好大胆，敢为这个门进场的都敢是两个。对呢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看因两个，你的心情真欢喜，但是你会感觉真复杂。迄个，你看伊搬去，迄个，一时啊查甫的，一时啊查某的，伊到底是男也是女？佮生做干哪？哦，来，卖报名，两位特别来宾，请出场。加油！干笑，加油！山画水画玲珑，画山画水画菜头，看到我就好彩头。哎呦，菜头冻蒜，菜头冻蒜，菜头，冻蒜。你要选啥？是，他说我介绍我是查甫啊。因为你是安尼，你是千变万化。过去个封顶艺人，安才对啦。红顶艺人，红顶也要封顶。老师，红顶艺人，咱用文音表示尊敬。红顶艺人，红顶艺人在咱蔡书文甲你讲出来，歹势。无要紧，你本名。本名哪有要紧？差足济。你若讲安尼啊？白白家己啦，我家己上缘投，人讲正经的，但是哦，你嘛是家己啦。我甲我祖先来敬拜者。不是你讲啊？你若家己上缘投，伊就家己鼻孔上细。我讲你条，有一届啊，咱艺人呢，吼，大家拢安尼做一个活动，大家拢吼买嘢嘛，食餐，就有人提议讲，安尼啦，菜头啦，个碰过啦，个顺子，三个上上缘投，落去投票，你知唔知？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加一个靠孝顺，三个红投票上缘投。红投票啊，几600个，差不多600个，落去投票啊。結果什麼人第一名？什麼第一名？什麼啦？開票落去，
重缺，喂，听到烟杂杂拢会票，都会票，哇塞啊！这现在啦，家己艺人出袂少啦吼，家己有出了两个怪较奇怪，就是阮两个啦。但是我习惯了，他都话你咧介绍我做不便的。你讲阮两个路嘛，伊是捌演过我演过艋艋舺嘿啊，你往那甲当做我路。毋是，伊演过罗嘛，你是正当罗嘛？没带的，哎，这样的啦，迄是笑人的是。今仔日敢要甲证据摕大家看？是安尼啦。你敢显起来无？很强。我来讲吼，咱摆下半身啦，我逐位都有车。哎呦，真正的哦。像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有车啦吼，后壁尻川也有车，我用一个顶。哇！其实大家无了解，菜头乡后壁开点有车是精忠报国。嘿，哦，这就是来啊吼。这是要证明讲吼，过去的伊想哦，哎呦喂啊！这个吼，车几年啊？车50年啊！哇！不管71岁吧，我还未20岁就车，你看我都无位啊。这尾零实在真可怜，关过6摆，哇！关一摆车一尾零，关2摆车2尾零，关3摆尽忠报国啊！真假，你这种的是安尼讲，今仔日吼啊，伫本节目拍伊安尼哦，伊专门为着阮两个乡亲，吼啊把衫摕起来，去互大家看安尼，吼，意思就是讲。即摆做囡仔人、少年人话，家己当作是艺术啦，车伫身躯，车伫手诶。较早捌行毋着路过，对不对？讲不惊唔对咯啊，咱就做兄弟就做兄弟，啊讲个遐文啊，要弄哇！哎呦，这个开口票票对，屁屁啦，是的，是当时改写规定。改写规定是安尼，伫外岛的是阮母也去啊。你真正去外岛？是，莫讲啊济，因为时间拢我占了了。要无差无差，咱讲啊紧。你是关伫孤山岛的？毋是，我关伫和平岛安会使。可不都家人尔呢？阮老母吼，我拢日本教育，我拢叫卡桑。阮老母的体格和我差不多，敢若小熊安尼，我敢若咸的啊。人讲家己老母安尼。咸，无要紧，我就因为安那，这就爱讲啊，大家知影。这故事足感动，有一个黄昏，是说音乐无？伊安尼坐飞行机，坐船，较有才台到外岛看我。啊，我是疏忽提窗往外看，手放咧剃汤，剃汤安尼。用外面看，看到你的妈妈我真。卡上慢慢行来，甲我讲一句话，问讲，因为我蔡思文嘛，文啊都问。讲就是吼，日本的腔问讲，听卡上最后一句话，你去跟关为本岛关很济摆啊，一届过来外岛关，我敢若有一句话甲你讲，希望你改过自新，好好甲你自省，你啊头壳也毋是袂歹，啊搁读遐济书，所以讲卡上甲你讲一句话。我这届是最后一届来甲你看，你后摆也搁行伫个做兄弟，从此以后，你拄着我，袂使甲我叫卡上，甲我当作无看。哇！迄阵啊，我潸然泪下，目睭干嘞，黄昏，因为外岛哦，一看迄个海洋有无，有一个平海平线，太阳。慢慢落山，阮卡上越过，换地啊，甲我面回地啊，慢慢咧行。忽然间，正手的物件怎放落涂骹，讲一句：我讲眼不得。迄个背影，大家有画面啊无？哇！迄阵咱我，就是安尼脚趾回头。毋捌搁做什么？你早囡仔听讲目屎拢变。大家拢画面无？毋是，我相信咱菜头大哥吼，伊讲的这完全是看在伊眼内的事实。妈妈的一句话，互你改变了你一生。真正。今仔本来想讲会足趣味的，那然后一开始就食叮当。你是咧舞枪会舞个食叮当啊？毋是，这是爱讲互大家听。做兄弟永远无了事。
对啦，那对啦，我实在。但这是你啊句话水，这句话水，但是做落呀，到我即马，就莫停啊！嘿哎，你形容安尼吼，我形容那边啊，来迄个主任嘛，啊你我看你流目屎，你听了是感觉安怎？啊，我有迄个画面，啊有迄种感觉。其实我足细汉的时阵，我有去看过蔡老师的《红顶艺林》，迄一张票足贵的。啊，毋过我伫个每一个扮相的表演，我就感觉哦，这老师安尼安排这个舞蹈，啊，佮有迄个身躯的动作，我感觉足水的。所以头拄老师讲迄故事，我就会有迄种细汉的时阵，伫咧看老师咧排舞的迄种感觉。所以头拄老师讲，伊的身躯就安尼行，啊手就摕迄棉花物件，我就感觉哇，哇，迄画面啊，吼，啊，你是想着啥？我的目睭门拢落去。无啦，我是讲，我足感动的，靠到我的目睭门拢落去。你想讲玫瑰，唔知有带什么好食的物好件？食啦，佮有鸡汤唔啊。是啦，是，邀啊你，嘿唔是啦，是真正因妈妈迄种爱。啊，妈妈的爱，妈妈的爱，吼，所以虽然蔡导兄咧讲的时阵过程可能有，但是咱听起就是真实，发自内心甲伊心内感觉讲出来。但是上界过分有一个人，阮共同的朋友，我是不爱讲伊什么人。让我们活到一生，我无啥爱讲伊啥太。明显了呀。嘿，迄个因为蔡导兄拄有讲到，阮因妈妈体格甲伊差不多。迄一工，迄个人，伊姓张嘛。啊，伊艺名有一个迄个肺吼，我就讲人家伊正名做张燕婷，张燕婷，张是肮脏的张，燕是讨厌的燕，婷是停时间的停。伊就定来去菜头，伊这人诶算讲热心啦。有啲关怀都老朋友，若去菜头因兜试电铃，叮咚叮咚叮咚，菜头的妈妈开门，哎哟，来坐啦，哎哟，菜头。你想讲你地基头上就在个平，菜头，错袂起来，迄是因妈妈啦。这代志实在是咁样。是嘞，有影正经的啦。是这因为喏，我的体材哦，较像我妈妈。会真实有影哦。头早不是像你安那样有咧。菜头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为什么在电视反串那么真？原来在家里都做功课。我妈妈说：“哎呦，连声音都变女的啊！好一点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唔通啦！天天我是妈妈来个，跟你骗，跟你骗！我妈妈讲有影警察，飞镜看见啦，水贵了。蔡妈妈，我真认真你了，是的。这是表示讲，这个咱菜头大伫业界，这人气好啦。对啦，人缘好啦。今仔还佫伫遮，不，还佫我，你竟然讲一个好话，还佫有法度，互你来上阮节目是我万般的荣幸。无那个无。希望以后你会通固定来演出。哎呀，这是无要紧，但是钱你要瞧者。但是真要紧啊！真现实呢，所以讲，艺人都安尼。像你啊，我讲你即马得到最佳男配角奖。你知影？你有看电视啊？你在演，你讲一下。再讲，伊咧共对拢对真的咧。真的咩？对听。我捌看电视，我是青梅呀。我是讲恁迄个有会年会较大的，较无咧看。但是我讲安尼啊，金钟奖啊，我会看。啊，你摕到男配角奖，我好心情足欢喜，因为谐星嘛，谐星会当讲应该得男配角奖，好，我是感动啊！这个我嘛真感动啦，因为这个原来来讲丁辉啊，丁辉你用台语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传说中的南港老德华。你还袂不是啦，我惊我这句话讲了，伊会给我拍，结果无。我讲完有点心虚哦，心虚啦。哦，传说中的南港都一台，这台老德华，红顶停，青顶平，黄顶灰。花下过来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灰。这囡仔算讲吼，自伊出道甲咱看伊大，啊，伊是这个孙啊，口号孙收的地主，
迄当阵啊吼，其实当啊来台北吼，连饭拢无通啊食，有够可怜的啦，可怜，真正的啦。人家免费卡奖，无啦，那是菜头兄啦，那是我啦。快点快点，阮母啊，知影我伫咧台北无物件通好食，嘛是坐车坐船，摕一个物件来，咱看了，要走的时阵嘛是有一个背影，行行时阵我头。爱感冒连累，你知哦？那是你篇文章叫背影吧？朱自清吧？好啦，阮母啊拢无来啦。有啦，迄阵我真诶拢无饭通好食，啊，拄着阮师的许孝顺，伊甲我问讲吼，啊你安尼伫台北，啊若无通过拢咧创啥？我讲无啊，就伫咧厝诶看一寡片啊。啊伊讲啊你，迄个生活免啊过？我讲啊，就较欠诶，就过啊。啊，阮师傅就讲，啊无你来甲我开车啦。我讲真诶啊假诶？伊讲真正，你来甲我开车。你有后悔？啊，我无啊。我后悔。为什么？熟悉考考孙是我一生上后悔的。因为伊讲着开车，你甲开车捌叫骂无？我逐工嘛叫我骂。我是不是的，连我都骂哦。等下，我是徒弟啊，我甲开车合你，你是师傅，哪会你开车？伊嘛是啊，你有方便顺路。师傅爱去师啊，因兜个门口甲等伊咧。嘿，啊，伊个听风有无？啊，咱嘛落来甲开门外入面咧。啊，你坐好来哦，好，啊来去，即马开始骂啊，吵骂到尾啦。因为开唔到路的嘛，啊，伊读个真奇怪，就厉害导航，就厉害。全省各地路伊条拢熟来，为啊，伊即马讲。我拄就甲你讲正话，你即摆无话，即摆去考一段，你人生是要有浪费偌济时间伫车顶，安甲我骂呢？我点无骂呢，哎哟，是的哦。这个有啥物？这什么是什么疏忽尊严何在？但是伊嘛有互人感动的时阵。哪有？有哦，无有。你讲有啦，迄阵啊，我无细你未婚怀孕。真正，我做伊的助理，做到未婚怀孕，看厉害无？哎呀，逐工拢甲开车，搁有法度开甲迄落七啊有心。阮某饲，啊，迄阵啊，就有心，然后足紧张的啊。阮师傅算嘛是头一个知，我就讲，啊，即嘛要安那？伊甲我讲，你惊啥？查甫人靠叫嚣的，生落来，你若饲袂起，我替你饲。你若无厝通我住。我厝互你住，哎呦，你无车通我驶，我车互你驶。买啊，迄厝嘛我家己买，车嘛我啊，阮囝牛零钱嘛无出票。讲啥嘿啊？但是有讲出来就是有啲感动。来心意高了。感动。你无了解这个囡仔要求，啊不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拢是素阮的迄个会道。开讲到这咁好。哦，讲伤久啊。嘿，我无你两个下班去领钱好啦。这一班的准拄好啦。还未开始。还未开始呢。还未开始。你什么表情？什么意思？还没开始。是现讲开始。这是啊，这是3点钟的节目。2点半钟尔。今仔见着老朋友啦吼，我形容安想要写2句话吼，互咱今仔气氛较文雅小可，因为充满着恶道的气质。下快，但愿人长久。但愿人长久。哦。千里共相关。相关呐。哎，是啊，赞。所以即摆要来考国语、华语甲台语是倒并。我来念华语，你甲翻做台语看写转嘛，来卡落。我说开心呐，我讲不准啦，水哦，开心倒并就是不准嘛。我说爱人呐，我讲歹人啦，爱人甲歹人，你爱的人。啊我，无诶呢。哦讨厌的人，讨厌。讨厌的人，安尼会使过无？会使啦，吼，会使啦，会使。你想到费玉清啊？无介意。哦，想到费玉清。好，准过哦，后壁愈来愈困难哈。哎呀，我说勤劳啊，
哦，你讲勤劳哦，我讲贫惰。所以符合你的个性。我最近有较勤劳啊啦。我说称赞，我讲考试呀，你也能讲考试。我说高个子我讲 A 啊仔， ，A 仔仔是一个人的名。是哦，A 啊当归会使啦，A ，A 啊当归。哦，我说乌龟啊，乌龟，我讲兔啊，兔啊，系啊，兔啊，哎呀，乌龟，乌龟。乌龟甲兔啊，伫咧走小就，哦，赵小六啦，伊的好朋友啦。龟兔赛跑。嘿啊，兔啊招书啊嘛，乌龟招命。安尼敢会通？豆饼是啥？剃腿啊，剃腿啊，你是讲伊的？讲句哦，剃腿啊。嗯哼，我想到遐去啊。我想到，对了，我说乌龟啊，我讲剃腿啊。安尼嘛该差不多哈。来，我说天柱，我讲6点半，敢会使？你个想位下去哦。无定定讲日天条，毋是这味的你食落就是变天条。哦，变变叫你，变变叫，能叫变天条，天条变大变6点半。你乌龟拢会使变讲腿啊，为什么我袂当变6点半？啊，你也是用一个有点俗嘛，卖讲6点半袂当讲6嘛点。半。我说天柱啊，我讲冷小小。安尼嘛差不多。啊，大家想看嘛就知嘛哈。我说警察，你讲警察，我讲歹人。嘛是使啦。我说香亭啊，嘿，我讲乌龟啦，哎，乌龟啊，你跳，哦，我说定估值，我讲破赌啊，拓破赌啊，拓赌，破赌，定估计哦，定估计是个拓人人，啊，拓赌是绕人来，车边嘛，车边，袂歹袂歹。我说慢工出细活，慢工，我豆饼，哦，兄弟，食紧弄泡啊！我讲食紧弄泡我。所以，我说有凭无据，我说有凭有据，我讲无进步，康桥说白话，说白话，讲的无负责，康克说白话。讲的无负责。有凭有据，我有实在物件。啊，你无影无食，你会生一个物件，对吧？无影无食，哎呀，我说有凭有据啊，我讲无影无食，哎呀，还是讲你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，看一个影哎，对吧？哦，这没应该老师这我来就好啊。哎，汤水波子啦，水包子对啦，我刚才想这。好，俗语讲了好，一个时机摆摆，拢无人的下晡，大片空包仔店的头家呢，穿粉红色的西装，伫咧店内底呢，因为拢无人就无聊就咧遐找网啦，讲好心啦，雄雄哦，有人来哦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哦，咱即摆来甲伊看去。好心好心，哎，头家，哎，哎呦，这久无来交关，这，嘿，我要一绳包仔囝，一绳包仔嘿，囝，一绳就好啊，吼。今仔日无足枵的啦，一绳就好啊。哦，你安尼过做无足枵嘿啊？啊，无啊，平常时我拢食10绳无。本店为你精心制作。这大，哎呀，更美是你爱了解，阮本店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就是照这人客需求，哦对。嘿，我无讲体价啦，哦好。大概是安怎？你放心，嘛是算一算的价钱尔。哎呦，头家你熬做人啊！我后摆逐工拢来。哎呦，感恩啊！你逐工来哦？系啊，你会惊晓？你会惊？我逐工拢来，吼你就即个规气啦，足大的吼，安怎？毋是你若欢喜我就好啊。我是做人是安尼，哎，人客若食了欢喜，
就是我这做头家上大的快乐啦！哎，安尼对，搞做行李，声音声音，哎，这我爽快咧哈！啊，唔知还有人起来。头家，哎呦，少年兄，少年兄，头家，啊，伊啊煞不要扭起来啊，人起来啊，头家，哎，遐济吼，遐济啊，一双包仔囝，一身包囝，一双，随来，嗯穿小小的搭，遐使用。啊，什么？头家，你即马是看我无气哟？啊，这双包仔囝内底敢若一粒，头家你来者，拍者，哎，少年兄是什么代志呀？借问一下吼，哈我这粒包仔囝哈敢若会当食一喙。哈，隔壁迄个人摕迄粒包仔囝，应该当食一工哦。是安那大细汉差济？无啊，歹势啦，我这你误会啦，伊嘛是食一喙。我唔管，你处理一下，你若无处理，我等下就。好，是的，你莫甲我冰冻，莫甲冰，我这倒啊存两地呢，你莫冰，因公家，无安尼啦，加一层上面安尼唔就好。好无？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安尼无代志啦吼。你较大个，嘿，我包我碰啦。少人你甲我找麻烦咧，你个袂用来甲我处理者。你若迄个无用，你逐工应用乱数啊。嘿，拜托，水来啦，谢。什么人老多啊？啊，对，啊，呛。对，我这个角头人家来吃笑着进，真正有影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行路有风，总管线。若讲到我落卡，我讲第二叫肖小好，无人讲伊叫肖第一咧。你若看到我的面书，你就知影我伫咧叫肖总管线，谁哪会遐尔大尾？目睭会酸。哎，对，你是不是过敏？什么过瘾？你目睭，大面孔是什么代志啦？无用啊！就这个啊！看啥？好大力！看啥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你是要怎啊？你唔捌看过我啊？你是啥？你捌看过伊吗？唔捌啦，大的吗？唔捌。唔捌。总管山路卡，你捌看过无？惊到你就是落下大的，无错。落下大的，我跟你也无冤无仇啊，你莫找我麻烦哦。找你的麻烦，这我这角头会使，互你后背担下甲我变手唱手。安那什么？这是来包啊呐？这是来包啊！是咧嫌啥岁啊？哎，阮老师有教，咱若食了袂当硬配出来。你想出去？哎，我我处理落。是安怎？伊这包仔干那一粒尔啦？为什么啦？哎，对，你吐掉较好讲话，你要先吐掉。这规矩你也讲者，哈，我处理一算一念来你也讲者。这是安尼啦。哎，这是我的规矩。这角头的这，那包啊是上拢一粒。一粒是食会饱的哦。你看迄边为什么遐大粒？啊，我就遮细粒。一粒尔食会你饱。讲我啥物话？你食会饱？那你啊，这粒，啊你真是我那作恶去。来，最贵贵。不出来太看。咱打讲罢了。你处理这代志较要紧啦，你医生会较大的，你嘛讲者。我讲啊，是安尼较大粒。你等我个头。真是安尼，我这角头已经有规定。哦，那你也参加会员？哎，角头来参加会员呢？你来10摆，你就会当像安尼。
好，是个大粒的人啊吃。伊有参加会员，嗯伊消费10届，过来就变大粒的。对唔个拜托嘅，啊，我老麻呢，你老，我参加，哎，你老麻，我你老麻，我老麻，你怎么面前讲你老麻？我老麻，你输啦！我无咧参加，是得，躯较低，袂使比我较悬。阿妈讲的绝对是安尼。我老麻呢，你老麻，哎，都会国师的。我伊就南港的，南港啊，我认错，南港刘德华的啦。你别找你足久的啊你。无啦，我老麻，我无咧办什么会员的啦，你想一个办法啦，今仔日吼，你无处理好，我无要走啦。真简单，好，你讲这。间店你看，你若看有就是王，因为我爱做王，你若迄只王蒙会着，我今仔甲你回信咧，都啊你就赢啊，都较大的，嗯，你讲的到做会到哦。当然啦出来佚佗，我是尊重你的哦。当然我若忘会着，嘿，你就我回去咧。当然，啊，你还陪我包啊？ 10生都陪你，无你讲的。哎呦，哎，我要起蒙啊哦。大金金呢？啊你讲好，金金呢？哇，哎，大咩咯？夭寿，看你管你蒙会着，我来蒙看嘛，大，可以看你的，对，哎，我输啊，大手机哦，输啊，歹势，刘德华是的，咱这包这生，敢若这生尔晓？我抄出来，这招单位无啊，敢若这生尔，啊，随便来搞回事嘞，无这样时代。因为卡瓜拢叫你食了。无紧啊，这我无食了，这嘛送你啦。好，来，这拢散的，嘿，我饱啦。安尼啦哦，这陪你。都安尼啊啦哦。好好啦哎，安尼这件代志，甲这煞，吼，行，来走。来，来走。平康，这一定要来处理。啊，处理好啦，处理好啦，对，处理好啦是。袂到安尼母者，加一层出来，单着，连大粒的嘛变安尼。大个你真巧呢，食宵夜，食宵夜。那感觉安尼怪怪。两个什么叫做梦一字？较戆我嘛想知迄阮啊，这套好的啦，这是毋是死囡仔？有影是哦，专门安尼骗食骗啉，欺负我这老人，真正是骗我菜龟。有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我输啊！大，你输啊！哎，来，马德，是啊，把我摕出来陪。这条嘛好你啦。那还有你的嘴嘛？来，是的，大明康这爱陪啦。安尼这件代志甲这准拄好。你有啦，我甲你处理啊。行，来走。哎，处理好势。无问题啦。你拢假当的，恁这罗嘛根本就是套好的啊！用这个骗食骗啉的方式来怪我这老人，你这根本就是小刚啊飞机。啊，这两句俗语，就是讲恁这人联合起来，安尼串通这个步数，认为这个情形叫做骗互菜龟请举手。我就歹算的。哎，这是咧警菜，这是点菜啊是？无人举手，无人举手，菜龟。恁两位查某囡仔举手。嘿，菜龟无啦，我是感觉平湖菜龟较好食。你甲我食，你甲我食的口味是偏好菜龟啦，哦。骗互菜龟其实是杂念啦，哈？伊迄个杂念，伊骗互菜龟。生而且我替老师先解释啦。哦，好，恁这边选的叫做小梗飞机，对不对？小羹啊，飞机。转回。所以恁无别行通去选啦。哎来海产呐。请问大的，嗯，是为何会选这句？因为小梗是安尼，人啊细细啊吼，啊梗起来吼，敢若飞机啊。蔡头大，你有够有创意的。不是，会使往袂讲干呢，够厉害。讲啊，敢若真的。哎，你符合恁大的讲法嘛？我是感觉吼，咱人若细细吼，啊，更起来，规个人会敢若会。你就赶快甲伊讲，赶快让我擦。阮大咧讲话，我甲你讲，代志是安尼，人哦细只吼，更起来吼，敢若飞机的，对嘛？啊无你问伊，所以我嘛是共我所以今仔日吼，恁拢要无这啥物件？
答案正确无正，我嘛唔知。来，老师请。平湖菜龟甲咱台湾本土的菜龟无共款，咱这个菜龟规条直直安尼吼。啊，毋过平湖菜龟拢有迄一粒一粒，啊总共有10粒，就头碰哥讲的，因都有10粒，所以甲刻做讲平湖菜龟顶头有10粒，啊10粒咱就讲10粒大家出万倍新妇，10粒就讲爱做爱共念东念西啦，哦，所以有时嘛人本身出来讲吼，苦瓜吼粗粗鸟鸟，啊下皮你也念。啊，不吼金金骨骨，无下皮你也念。其实这是家己做唔对啦，佮就是伊嘛要甲念出来安尼啦。哦，这是讲就是讲足够的，足爱共念。另外吼，细根飞机吼，不拢是老表，因为伊无血管，伊算冷血动物迄种的吼，所以就是讲足侪乌道的像这大啊这安尼吼，欺负善良百姓，骗食骗啉安尼吼，所以细根飞机就讲这人拢是啊，无血无目屎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，你菜头大无血无目屎啦，安尼啦。拄啊，这个情形就是小刚飞机这个行为啦，无血无目屎。哦，台湾俗语是在有影深，啊，厉害加捌一句啊嘛吼，来拍破过来者。吟诗说文真出名，今仔这首诗完全就为两位所打造的。你咪顶讲明那个，这真简单呐。来，丁伟先来，请。人叫你囡仔兄，顶港真出名，下港有名声，走江湖讲气魄，冤家相拍拢唔惊。好，来菜头兄。我叫一声囡仔兄为光明前途来拍拼，亲情朋友拢会斗阵行，出面头尾做伙画出声，囡仔兄上高尚，上。这一边头，啊，上界高尚，搁好听呀！哎，这个都无啥唔对嘛，老师。这罗马呢，应该讲好，咱大家请，拢对嘛，拢对，请起好。咱用哭的念一摆。好，哎，老师听几个，对，嘿。人叫你囡仔兄，顶港真出名。下港有名声，走江湖讲气魄，冤家相拍拢唔惊。叫一声囡仔兄，为公明前途来拍拼，亲情朋友拢会斗阵行，厝边头尾做伙发出声，囡仔兄上界高尚搁好听。谢谢，感谢大家后尾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恁龙》。来到遮吼，我本来是感觉我家己的台语吼真厉害真强啦，结果吼足侪台语袂晓念嘛，袂晓写啦，所以吼这个节目真正足赞的哦，大家想要学台语吼，会用学到足侪。你可能较早捌听过，但是你袂晓写，还是较早捌听过，你袂晓用，你都会当看这个节目学足侪台语的，我感觉真赞。这个节目哦，会使讲寓教于乐。希望这个节目会当摕到金钟奖，而且祝福吼，这个节目会当安尼收视率足好的，尤其碰过会当个安尼，感觉讲咱台湾内底吼独一无二的一个主持台语的节目，互伊安尼内容提升，也有水准，这是我上大的愿望，感谢大家。